新年快樂啊，各位朋友！今日1月1號啊，帶大家嚟睇多次咧，而家皇崗口岸咧最新嘅一個工程進度啦。咁啊，如火如荼啊，全國最大嘅一個陸路口岸，預計咧今年年底會正式投入使用噶啦。今次嚟皇崗口岸咧，帶大家睇一個咧附近咧最大嘅屋苑小區啊，而且港人朋友非常之熟悉嘅，我哋前方呢個黃御苑啦。咁有住過或者曾經有租過朋友咧，麻煩點個讚俾心心啊！今日係受邀嚟睇一套咧二手嘅樓盤，而家即刻帶大家過去睇睇。而家嚟到咧黃御苑嘅第3期啊，呢個小區啊，咁我哋而家上到嚟業主呢個單位啦，咁啊80個平方，佢做咗3個房間俾你啊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，連埋生活露台啦。咁啊呢個餐客廳一睇噶啦，嗰度咧第一個房間嗰度仲有一個露台喺嗰邊嘅。第二間房就喺呢度啦。咁全屋佢 keep 得非常之新淨啊！洗手間喺呢個位置啦。咁房間呢個咧就非常之大啊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，雙人床仲有衣櫃。業主誠心放售548萬啊！第3期嘅小區獨立小區，步行過關就可以去到皇崗口岸。有興趣嘅朋友 call 我，帶你過嚟睇樓。